你要見到嘅唔係對方嘅部分喎，係透過對方嘅行為，點解你會唔舒服嘅？點解你會批評嘅？點解你會藐嘴嘅？點解你會有情緒呢？咁只係因為你都有同樣嘅部分，只係呢，剛巧可能你嘅 let's say 遭拒絕嘅底蘊你都有，只係你嘅行為呢同對方唔一樣。之前都有提過嘅，任何嘅情緒或者課題呢，佢可以有兩個唔同嘅極端嘅展現。譬如一個有遭拒絕嘅課題嘅人，佢可以同樣去拒絕別人啦。OK，呢個係一個負面嘅部分。而同一時間呢，如果你都係有追拒絕嘅課題呢，你可以成為完全嘅反方向，你就係完全迎合別人啦。你唔懂得去拒絕別人，於是乎呢，你自己就會感受到嗰個被拒絕。因為當你百般遷就人哋嘅時候呢，你總係會有啲人又會唔對你嘅付出領情，所以你 either 可以攻擊性。一個叫做 aggressively 將呢個遭拒絕發放出去，又或者你可以 passively 去發放呢一個遭拒絕嘅能量。